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elina，今日嚟帶大家了解下我哋李白實貿眼鏡工廠店。大家可以坐地鐵至會展中心站 E 出口，見到呢個樓梯一直行，見到呢個自助餐轉左邊，轉左繼續行。可以睇到金鐘環，到達之後揾到中層電梯，坐至27樓就揾到李白實貿眼鏡啦。店裏頭環境舒適光猛，呢度有超大嘅配鏡空間，可以慢慢試慢慢揀，仲有免費嘅飲品可以攞嘅。李白實貿有專業嘅眼視光團隊，全部都有證書，同埋有多年嘅營眼經驗。配鏡流程，我哋嘅配鏡流程第一步就係驗眼檢查。電腦驗眼可以初步檢查我哋嘅近視同埋散光。這是全方綠色十字燈。眼底檢查可以睇到我哋眼底係咪健康，有冇白內障等眼疾。綜合熒光儀驗眼，呢個係我哋驗眼嘅最後一步，可以偵調我哋嘅散光、近視、遠視、老花。配鏡流程第二步，挑選鏡架鏡片，鏡架有38蚊、98蚊、158蚊，仲有368蚊。大部分嘅鏡架都係300幾蚊以下，有超輕、淡成超厚嘅鈦架，仲有呢種一鏡兩用嘅磁色眼鏡。再睇下我哋嘅運動系列，超多款嘅運動鏡架、運動太陽鏡，可以踩單車啊、跑步嗰陣時戴。鍾意新潮嘅朋友睇過來，呢啲鏡架呢超時尚。仲有日本手工鏡架，全部都幾特別，木做嘅鏡架質感好好。進口運動品牌 OK， 仲有 Ray-Ban、Armani、Coach。好啦，而家呢我揀咗店裏頭呢唔同價位、唔同款嘅鏡架試俾大家睇，大家可以俾啲參考。試完咁多款啦，大家呢覺得邊一款最啱我戴邊一款最好睇，可以評論區同我講。呢個呢係我哋自己工廠嘅鏡片，大家可以睇下1.5流嘅非曲面防藍光鏡片，59蚊一對，加變色功能呢188。呢個比較啱啲度數低嘅，如果高少少度數呢就可以考慮1.60。非曲面嘅防藍光鏡片呢只係98蚊，變色鏡呢係298蚊。如果度數再高啲呢，就可以睇下後面呢兩個度數，折射率1.67同1.74嘅。呢個係照完燈嘅後果，大家可以睇下，好多種顏色搭配唔同嘅鏡架。如果需要亮啲嘅鏡片呢，可以睇下呢個針口品牌，呢個1.50嘅880，照完之後呢都係300蚊。我哋採用全自動無邊機，保證每副眼鏡都按照國家標準製作。而家配眼鏡可以送一副太陽眼鏡，國產眼鏡一般可以當日攞，針口眼鏡或者定製鏡片呢，可以郵寄到香港。今日嘅視頻結尾呢，同大家講下我哋嘅售後服務。配咗眼鏡1個月之內呢，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攞返回來重新檢查，免費更換鏡片。眼鏡嘅清洗、調膠、維修、保養呢係終身免費嘅，同埋可以定期返來複查視力、複查眼底。好啦，深圳配眼鏡記得揾李白實貿眼鏡。拜拜。